后来乡亲啊，骑机车载囡仔，这4种的行为真欠点、真危险，爱避免。第一，互囡仔徛伫头前的脚踏；第二，一台机车3个人相载，还佫载囡仔；第三，伫头前的脚踏放这个小椅头啊；第四，囡仔无戴安全帽啊。这个行为虽然方便，但是除了违反交通的法规，嘛互囡仔陷入个高风险当中。 普里数一个校区，真侪乌多摆部队就伫门口伫等，准备要将囡仔载转去。因为囡仔坐车方式有真侪拢唔对。徛伫脚踏板，也是一个手载2个，徛伫就行。这款的载法，互囡仔会真危险。依照法规，脚踏板敢会使放物件，袂使互囡仔徛伫面顶。第二种就是3载。 大人骑乌多摆，一个手载2个囡仔，这真危险。第三种是脚踏板面顶有放一条椅仔，互囡仔坐，迄若保了无好势，囡仔真后飞出去。第四种就是无戴安全帽啊。2019年台南这件车祸，就是因为骑多摆载2个囡仔，佫无戴安全帽啊，互这个囡仔面、脚甲手拢切甲掉伤溜皮。 根据统计，站在前面的乘客会比骑士发生风险的几率是高达2.45倍。像这款将囡仔排伫头前，虽然讲无违法的问题，也毋过若是讲发生车祸，对囡仔有可能造成重伤害。头部非常的脆弱，他只是轻轻碰一下地板，他就马上发生颅内出血的一个很严重的状况。不过，唔是人人拢都塞车接送囡仔。 有2个就没办法，只能一个前面一个后面，只能这样载啊。这个方便性比较大。家长嘛真无奈，想要囡仔平安顺利交大汉，不过因为现实问题无法度，所以变成违规载囡仔情景，世界拢看会到。